傳說喺平衡世界入邊有另一個自己。呢個係袁偉豪，呢個都係袁偉豪。2016年9月，佢哋終於相遇。全靠咪袁偉豪佢自己啦。犯事唔係絕對嘅，其實毒又有乜好怕喎？如果由袁偉豪同大家講呢，就冇有錯啦。事關佢近日 Instagram 就自爆，15歲新發書院，加埋其他仔仔，都知係當年 Yes 校草選舉啦。原來07年港籃冠軍袁偉豪呢，當年係參選第一屆 Yes 校草入行噶，認真睇睇都認得到嘅。不過將頭重點係佢啲對手咯。咁難怪有網民話袁偉豪最後拎咗冠軍，合理啦。佢尋日仲話啲 pose 係跟時裝書學擺嘅，肯定係 green 啲噶啦。